过年进前拢爱请屯大摒扫，云林西的福兴宫、甲北港的朝天宫，拢有请人来清洁庙里的条仔甲壁画。另外，过年行村拜拜的人较侪，北港的朝天宫附近的巷仔，为初一到初五，交通管制，禁止车出入。内电的条仔长时间拢曝日压雨，趁旧历过年进前，西里福兴宫专工请专业的修复师，甲小所在拢清理、补理，希望会当兼顾庙寺建筑的保存。这个来讲，就是因为它有一些破损跟缺失嘛，破损的地方它有可能会造成之后越来越严重的劣化状况，所以我们需要把它填补起来，做一个判定。那如果需要再补强或者是再加固的部分，所以我们在过年前呢，先请我们的专业团队，那他们也是专业的艺术修复团队。来到北港朝天宫，庙内底建筑的雕塑、彩绘是真珍贵，所以庙方是用特殊打色的方式来摒扫。若妈祖的神像嘛，先刷到店外口。咱的这神房内底，咱的镇殿马，这几尊重要祖马、教人马，咱这个来整理、来换新衫、换新帽。因应过年时会有真侪民众到北港拜拜求平安。云林的警方针对北港朝天宫附近的车路、巷仔实施交通管制，为初一到初五，管制范围内敢若会当步练，袂当驶车入去，而且佫会派出无人机来协助监控。那交通队也将运用无人机的一个监控，对于路口的部分，我们透过智慧交控中心来远端操控号志，以因应突发状况。警方表示，过年时第19线北港市区的路段，会有真侪要去朝天宫甲武德宫祈福的人阵和车阵，所以今年有特别规划免费的公车，民众会当加去坐，避免塞车。公视新闻综合报道。